我就是一个中文、英文、台语的3种语言主持人，啊个 YouTuber，我今天频道叫做狂人啾啾。我若是看到咱的平性好评，甲讲一句哦，感谢阿嘉你的建议哦，安尼我就thank you goodbye无阿嘉啊嘛。我是一个中文、英文、台语的3语言主持人，最有意思的就会互你参考看卖咧。哦吼！啊，我堂主讲，伊就熬算迄个拍红雷，拍红雷，伊会当表演吗？好来，有请 Joyce 表演拍红雷。我慢慢来，哎，拍我下个吹嘞！哎呦！会当世界冠军呢？你困牛，哇，水噶水噶！哦，用手甲接起来，厉害厉害！哎呦哇！徛风雷，拍徛风雷！哇！无你甲写出去，看伊接袂到。看而且我来拍你好评啊！哇！真正冠军呢吼！哦，感谢